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初5。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9篇，出埃及记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23章29节到36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效果。伫即两天，伫台湾的即个防疫上热门的即个闹热个新闻吼，就是迄个有一间细间的喙南的国家队吼，其中的一间工厂去互发现讲伊伫伊的产品内底用中国制无合格的即个口暗喙暗来假做是 MIT 台湾制造的当然大部分是发伫新北市啦阁有其他的县市。拄开始听到即个新闻的时阵，是感觉真着惊嘛，有一寡失望即个 Made in Taiwan 的名号，也是讲迄个品质国家的名誉拢受到迫害但是后来一直咧看到遮的一寡资料了后，才发现讲即个姓林的生意人会通讲是存心伫家己对家己的即个中国的工厂进口即个产品，代替国家用一半价数提供互伊的即个高级的生产原料来制造的即喙暗，所以伊将即个真正的 MIT Made in Taiwan 的喙暗来卖去外口，当然会当趁更较侪钱啦那照安尼的逻辑来看啦倒一个品质较好，其实嘛免论啦因为通常会偷出去卖，就是品质较好、价钱较悬的，安尼偷才有意思嘛牧师今仔日毋是要来甲大家做新闻的报告也是要要带领咱伫现代现准时在发生的代志的中间，倒转来来反省伫2000几年前，甚至是自前13至15年所记载即个出埃及的代志的经文的教导，来做一寡反省如果咱若照台湾即个面对武汉肺炎的即个中央防疫的即个命令来讲，去用定调的遮个喙南的国家队因有几个真重要的原则有几个真重要的原则咱需要来了解。比如讲，因有免费的生产的机器当然即中间伊着爱做几百万片政府即个咱着无要讨论，因为迄已经过去但是对伫6月以后厂商着会当自由来对外口贩卖也是甚至出口，但是伊有一定的即个比率爱去互政府来征收有几个原则，我只讲3个第一个就是讲原料的取得你若是国家的喙南这个国家队，你爱帮忙政府来生产，所以经济部用比市民较俗是讲半价的原料的价数来提供互厂商，互即个厂商来制造用即个出代志即间来做例啦伊每一工的生产量、征收量是19万片啦但是咱的政府提供伊真市民半价的即个原料呢，22万片的额即个高级原料来互伊加出来这3万片，算是政府补贴遮的厂商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的安尼讲红利好啦所以这是原料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迄个咱即摆咧讲咧分喙南即个实名制的即个规定照规定呢，要提供伫即个通路顶悬实名制的通路顶悬呢，一定爱是材料对政府出的
机器是政府即摆用的，过来是伫台湾制造的，才会使。第三个就是讲，因甲政府有签合约，厂商甲卫福部有签即个合约来生产。即摆所产生的问题是安尼，伊明知知影才会规定，但是国家所提供的原料，伊无用伫实名制顶悬，所以这22万份的生产，每一工的生产量走去倒位？过来，伊用中国进口的喙蓝来假做是台湾制造的，牵涉到即个商业的诈欺当然还佫有伊无来照合约来执行的问题等等，所以目前工厂已经去用命令停业，将来所要面对的即个刑罚可能还佫有啦同款，咱用即个情形来思考以色列百姓伫历史中的做法。上帝一再差遣先知，差遣伊的奴仆去警戒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犹原心来公义，拒绝听上帝奴仆的话提醒，甚至无爱甲因做伙行。不但安尼，佫杀历代上帝所派的这个先知，甚至后来杀害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已经伫今仔日咱经文中间伊看见的，咱讲即个歹话讲大声啦伊讲恁遮假好的经学书甲法利赛人有灾下因为恁创即个先知太先知人创先知人的梦啦修正义人的坟墓，也讲设使互阮的伫阮的做的时，就无甲因有分留先知人的话但是事实上，因并毋是安尼啦因犹原固执无愿意接受上帝的差遣的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咱看见遐个出埃及的记载中间，法老王甲埃及人嘛是共款。牧师伫最近一直咧强调即项代志。咱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10个灾难代表什么货？今仔日所记载是第10个灾难啦也是讲伫头前即9个灾难的中间，应该是安尼去了解较对，就是讲上帝互因足9摆的机会来认捌上帝，来跟对上帝，但是因却一再心内公义反悔所做的好的决定甲上帝对抗。所以因此当咧面对搁较大即个第10个灾难的时阵，面对即个瘟疫的疫情的时阵，因只有会当靠家己，也是讲因所挽靠迄个无才调帮助因的即个守护的生命，因咧守护生命无法度来帮助因嘛无法度靠家己，因是软弱的。因咧守护生命即个Nakbet 是一个像迄个鹰角的神，是埃及的守护神但是嘛无法度来保护因当因坚持要听从上帝的话的时阵，因就爱备办来接受将来会发生的后果就是咱今仔要讲的。阮倒转来看遐个原本嘛无熟悉上帝以色列人。检测咱会当讲，伊就是试看卖相信上帝所册来摩西的话好啦但是当因开始愿意相信，将即个手交互上帝的时阵，上帝就替咱负责后果咱看见因出来集的即个过程的中间，虽然是起起落落，但一旦因交手互上帝，上帝就为着因负责所以咱一旦决定要用家己的方法来安尼拼的时阵也是讲咱挖靠错误的宽屏的时阵，那安尼咱就必须爱预备接受所有的后果。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9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9篇出埃及记第
11章，第1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23章29到36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后果。这2天在台湾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新闻，就是一间所谓的国家口罩队当中一间小型的工厂呢，它将中国进口的他自己的公司不合格的口罩蒙混在这个口罩实名制的配额当中，发给了大部分都是在新北市的市民那还有其他的县市那刚开始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其实心里觉得有点失望，有点难过。我们这个 MIT 的名号啦、品质啦、国家的声誉啦，可能就会因此被破坏了那后来看到一些追踪的报道，发现这位林姓的商人呢，以他自己的中国的工厂生产的这个口罩进口之后呢，然后就代替了国家给他一个非常好的材质的生产原料所制造的 MIT 的口罩那真正的 MIT 的口罩呢，他就拿出去外面卖当然要赚取那个暴利那个差价。有人在讨论说哪一个品质比较好了当然各有说法，没有检验都不知道。不过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来说啦，没有人会把那个品质不好低价的拿出去卖当然是替换掉的一定是好的才会拿出去卖了，高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当然牧师不是要带大家来这个回顾新闻但是就是要透过现今在发生的一些事实来反省，来对照2000多年前或是更早之前出埃及记在主前1300年或者到1500年之间这个圣经的记载的教导，跟我们现在都还有关系根据这个我们中央防疫对武汉肺炎的紧急征用的这个口罩国家队的规定里面有几个原则我们需要了解那所谓的生产机器的免费，那我们就不用再说，因为那个已经过了。自从6月之后呢，厂商已经可以开始自由贩售那出口，但是这个生产的当中有一定的征收比例。我分3个点来讲。第一个是原料取得经济部以低于市面半价的原料、高级原料提供这个厂商，那让我们用这个厂商为例了它征收部分是每天19万份的这个口罩，政府却提供它22份的口罩的原料多出3万份呢，可以说是算是政府补贴这个配合政府政策的工厂的一个红利了那第二个是实名制的口罩，照规定呢是一定要国家所提供的材料原料，然后那个新的机器，然后呢在台湾生产才能当成这个实名制的口罩的内容。然后呢他们也签订的合约，就是卫福部跟这个厂家签订了每天这一架是每天19万份19万份。好，那现在这3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原则。那现在问题是说，国家提供它一个低价高品质的22万份的材料，它没有用在实名制的分配上，因此牵涉到了诈欺国家补助的问题。那后来他用中国进口的那种我们就不讲品质了就中国的不是非这个台湾制造的口罩蒙混在这个 MIT 的当中，牵涉到商业诈欺当然他不能履行合约等等，还有后续的问题会发生了那目前这工厂已经被勒令停业，然后将来要面对的刑责，我想还有更多这个都是已经有
有事先说好的这些东西，那你刻意去对抗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面对那个后果。同样的，就在以色列人选民的历史，我们来看到，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去拒绝上帝所差遣给他们的先知啊、仆人啊。那他们告诫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一概不听啊，他们心里仍然刚硬啊，然后拒绝听从上帝仆人的教导啊、提醒啊，甚至他们的带领啊。所以不但如此，他们还杀了历代的那个先知们哈。那后来当然后来又杀害了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告诫他们了哈，他说：“你们这一班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遭殃了啦哈你们要替先知祖坟，为圣贤修墓，而且说，如果我们生活在祖先的时代，我们绝不至于像他们那样杀害先知。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杀害了很多很多上帝所差遣来的先知了哈。他们依然执迷不悟，然后拒绝上帝所差遣的弥赛亚。那些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法老王也好啊，或是埃及人也好啊，其实他们的情形是一样，这些人更早哈，大概3-4千年了。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出埃及记的10个灾难，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在第10个灾难之前，上帝给足了埃及法老跟以色列人机会，几次？9次的机会。让他们一再的去有机会认识，然后去顺服的，可是他们却一再的心理刚硬，反悔，与上帝对抗他们选择与上帝对抗。因此，在面对更大的瘟疫的疫情的时候，他们只能靠着那个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神明和他们软弱无力的自己。埃及人所仰赖的神明，那个守护神他叫做奈赫贝特，一个像秃鹰的那个神明。那这样的一个守护神，根本也没有办法守护他们，帮助他们度过疫情的攻击。我想我们现代人有很深的感受了哈。那当他们坚持不听信上帝的时候呢，他们就预备要接受将来所会发生的后果。反观那一些原本也是不认识上帝的以色列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有着那种不然就试试看，我听摩西的话好了。但是一旦我们将我们的手伸出去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负责后果。不过一旦我们决定用自己的能力蛮干的时候，或是我们要依靠错误的权柄资源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预备接受所有的后果。这是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的。